籃球防守機械人項目簡介。本項目開發智能籃球防守機械人，通過 AI 戰術模擬高速移動與實時數據反映，提升防守訓練效率，支持15種進攻動作模擬與隨機策略生成，適合職業籃球隊、青訓隊及商業場館。硬件靜態型8萬中國幣，移動型200萬人民幣，結合連線數據服務 1.2 萬每年，目標首年覆蓋30家職業球隊，申請3項專利，實現訓練率效率提升 40%。 核心優勢：動態算法模塊化設計，推動科技體育融合。